點解預計有成千上萬份新屋合約會被取消？而家成個國家都想多起啲新屋，但有個改動可能令到好多合約喺未開工之前就冇咗。最新數據顯示，澳洲起新屋嘅目標會因為政府最近禁止自管退休金 SMSF 借錢買住宅物業而受到打擊。上個月初，聯邦政府話要禁止 SMSF 用有限追溯權借貸安排 LEBA 去買住宅物業。由嗰陣開始，建築業界就已經警告呢個改動可能會影響澳洲起新屋嘅數量。而家禁止呢樣嘢嘅法例已經通過國會，8月10日正式生效。房屋工業協會 HIRE 就出咗到而家最清楚嘅數據，顯示影響有幾嚴重。根據 HIRE 調查澳洲最大型獨立屋建築商，全國獨立屋建築超過40%，而家主要建築商手頭有3613份已簽合約，買家係用 SMSF 有限追溯權借貸安排買屋，但仲未開工。雖然現有貸款會被早付條款保障，但新借貸已經全面禁止，所以 HIRE 估計當中有2415份合約，即係66.9%，好大機會喺法例生效之後被取消呢。啲準備用 SMSF 有限追溯權借貸安排買屋嘅合約，如果喺8月10日前攞唔到融資，好快就會吹煲。而且呢個數字只係計獨立屋新屋，未計公寓嗰邊。公寓好多時係未起先買合約，簽咗幾個月甚至幾年，到臨近交樓先至搞融資。如果再計埋可能會吹嘅未起先買公寓合約，同埋嗰啲細建築商，係大型獨立屋建築商調查冇計到佢哋，預計會被取消嘅合約可以去到成千上萬份。澳洲城市發展協會 UDR 會長 Oscar Stanley 話 ，UDR 收集到嘅證據顯示 ，SMSF 而家支持緊發展項目25%至50%嘅合資格預售，發展商好依靠呢啲預售先至攞到融資同開工。公寓未起先買合約都會受影響，因為通常要到工程接近完成先至搞融資。HIRE、UDR 同其他業界高峰組織一齊呼籲政府改例，為支持起新屋嘅借貸開個豁免。如果唔改，佢哋警告政府等於自己拆自己台，搞到2029年6月起120萬間新屋呢個目標更加難達到。HIRE估計合約取消同埋將來銷售轉差加埋，會令獨立屋開工量減少3.5%至5%。州政府嘅 GST 同印花稅收入會少超過4.5億元。HIRE 首席經濟學家 Tim Weedon 促請政府做模型分析，清楚量度 SMSF 借貸改動對將來房屋供應嘅影響。佢話，政府已經將增加房屋供應定為住屋政策嘅核心目標，而家問題係呢條 SMSF 法例係幫到呢個目標，定係令佢更加難達到？呢條法例通過嗰陣，完全冇做成本效益分析，亦冇公開數據顯示新屋供應會減少幾多。下一步應該係透明咁量度結果，喺下次選舉前公開呢啲證據。Stanley 都話，每項住屋政策都應該用一個問題去判斷，佢會唔會令到多啲屋起出嚟？如果答案係唔會，咁就係錯嘅政策。